歡迎大家收睇 JL Channel 乒乓由我教路，我係乒乓波教練林教練 Jeffrey， 繼續為大家分享呢個2025年全國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嘅女子甲組4強賽事大家可以見到啦，左手橫板港隊小將蘇紫彤受制於林以樂嘅千變萬化嘅發球咁究竟蘇紫彤點樣透過兩招嘅接發球嘅改變節奏嚟反勝呢場賽事JL Channel 乒乓由我教路。好啦，如果當然有睇直播嘅朋友都知道，當日林以樂嘅勾手嘅轉發球，尤其是比較偏長嘅發球呢，蘇紫彤一路都唔係接得好好咁點樣破解嘅方法呢？咁透過呢個接發球變化呢嚟反勝嘅。咁第一個蘇紫彤嘅主要變化呢，就係呢個半出台或者係少少長嘅發球，就以一個正手猜或者正手劈長為主咁當林以樂先上手嘅時候，然後反攻。咁個原因就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一開局嘅時候蘇紫彤呢大部分都係先上手，但係呢好多時對唔到點打失咗咁變咗反而穩陣先劈長，俾翻轉少少嘅。咁但係蘇紫彤嘅雙持都比較好嘅，透過劈長之後嘅雙持變化呢，嚟一個接發球變化得分。咁呢個係接發球嘅第一招嘅變化。蘇紫彤嘅第二招主打接發球變化呢，就係企喺一個偏正手位置，用一個反手令拉或者一個長球，用一個反手拉起圍住先上手嚟破呢個林以樂嘅發球咁以上呢，就係蘇紫彤點樣透過兩招嘅主打接發球呢嚟勝出呢場賽事，希望大家中意如果大家遇到咩問題，歡迎 email 俾我，中意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同埋訂閱我嘅 JL Channel 頻道，我哋下集見。